是好新闻，一个73岁老乡亲林明德为高雄一路塞着塞车，环岛来捡粪扫，这已经是第10届来环岛了。坚持的精神，嘛，予伊有一个外号“台湾阿甘”。伫大路边有看到一个老先生，如一台塞车沿路行，伊只看到涂骹有粉渣啦，马上摕夹啊，甲粪扫地啊压落去，一个捡起来。哇！大路里的粉渣啦，捡拢捡袂完，有一个想法。这个烟斗公司哦，要设计一种可以吃的烟蒂。它吸到之后把烟蒂都吃下去，是啊，都不会乱丢了。林明德今年73岁啊，有一个外号叫台湾阿甘，原因就是伊真有阿甘的精神，坚持行路环岛捡粪扫，而且这已经是第10次环岛。这几手指了，看到饮料罐啊、塑胶袋啊，用夹啊拢夹袂起来，伊就压来用手捡。伊的手所挂的是名牌古董的机械表，嘛是捡来送去警察局半当无人领，就变成伊的，这嘛是另类的工业回归。具有价值的。对啊。伊的头壳顶戴一顶陆战队的帽啊，伊讲陆战队对国家忠诚，那是伊的是对土地。活生生的一个大地之母，是，因为它生长万物来孕育我们要感激它。李明德一面行一面捡，说台湾行一日来到苗栗县，县长徐耀昌对伊是真配合，问伊为什么要安尼做，伊讲：丢垃圾，他会感到很汗颜，说：“人家年纪那么大还在捡垃圾，那我们不应该乱丢垃圾。”伊嘛利用这个机会建议政府，我们国庆日不要再放烟火，第二，我们不要再放天灯了。李明德伫个塞车顶面放个行李、包包，还佫有机啊，顶面写“十全十美，永不放弃”，坚定的展现出伊推广环保、爱地球的心。